继续咱来关心，之前伊朗有一个女性艾米尼，那因为皇宫头巾挂的方式无合规范，被逮捕死亡。16是伊过身1年的日子，有伊朗的民众搁去街仔路抗议，因也伫美国甲德国嘛有民众办纪念活动。伫法国有花园改名，加上艾米尼的名，要来悼念伊。 民众组织伫街仔路花卡河路过的车辆嘛持喇叭表达支持。伊朗库德族的女子艾米尼一当前上街仔路，随后警察讲伊伫头巾仔的方式无符合规定，该拘留了后造成伊昏迷死亡，引起伊朗大规模的抗议甲反政府的活动。至少有超过550名抗议人士互安全部队杀害死亡，号召头巾仔之乱。这个月16是伊过身满一档，有民众组织上街仔路追悼，争取妇女的性命甲自由，佮包括美国、德国各国民众分别伫华盛顿地区、佩林这所在发起示威活动，追悼纪念伊。 Der Welt zu zeigen, egal was für schwachsinnig unterentwickelte Gesetzgebungen die islamische Regierung tagtäglich ja wirklich auf den Tisch legt. Wir sind hier, um dagegen zu halten und sagen, solange international kein Druck auf diese Regierung ausgeübt wird, wird sich entsprechend nichts ändern und deshalb sind wir hier. 法国巴黎市府佮甲第10区的维勒明花园加上伊的名，改名做维勒明艾米尼花园来纪念伊。也阁有人权团体指出，伊朗政府为了防范佮一摆爆发头巾仔之乱，佮一直拘留艾米尼的父亲，警告伊袂当伫1周年的时阵纪念查囝，佮伫艾米尼的家乡部署安全部队，一直到16才甲伊释放。 暂时，美国、英国佮加拿大欧盟因为伊朗对这个代志的暴力镇压，佮一摆宣布对伊朗祭出新的制裁。不过，欧洲等等其他国家嘛会伫这礼拜宣布新的制裁，也毋过这互伊朗真不满，更这国际制裁是根据伊朗的内政。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